是不是上回我到你这儿来看病落你这儿了？亲吗？啊，没看到过。不会吧？回来了。哎呀，小慧，冒这么大雨回来的？啊？车呢？走着回来的？没，半路下雨了，我路过傅伯伯家，车放他那儿了，撑伞回来的。聪明。下班了，小慧啊。赖叔叔，你脚恢复的怎么样？哦，好多了。你爸爸治得好，你看都消肿了。那真好。赖叔叔，您先坐着，爸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忙了，一会儿下来做饭啊。忙，就你忙。这个犯人还真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，这油画刀就是壁虎的。现在总算是有点头绪。台湾的寇雪松，卢门的雪狼，再往下就是壁虎、张阿水，包括死去的马三这一条线。整条线的人都是他们所谓磐石行动的执行人。如果能够抓到壁虎，那就一定能找到雪狼。说的没错，但是卢门中学老师的范围可不小啊。就算大海捞针，我们也得找到线索。这壁虎当时一定就在医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，从当时在医院的人里找到突破口。是。根据卢有顺的交代，徐文正的手下应该是被一网打尽了，但是只有一个漏网之鱼。鬼枭？对，就是鬼枭。小慧，哎，小慧，进来。哎呀，饭都做好了，也不吃饭呢啊！一回来就躲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又在这儿，快！我不饿吧？嘿，你这忙什么呢？我在找字呢。找什么字？爸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告诉别人啊。我在帮季专家抓特务。这。小慧，你怎么就不听爸爸的话呢？啊？爸爸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离这种事儿远点儿。没有记性啊！上次特务到咱们家院子里挟持你那个事儿，你都忘了吗？他们能在医院里当着你的面杀人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不要再碰这种东西，我都说过的嘛。你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做好事吗？可你做好事，哎呀，孩子，爸爸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，这辈子就希望你能够安安稳稳的。有些事你不能沾上，你沾上，将来你甩不掉的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就这一次啊，就这一次。哎呀，人家呢，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你呀，就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。哼，行了，快吃饭吧。啊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这，赶快！你看呀，这上面是一个筷子，这筷子的这一端呢，拴了一个有形的铁丝，这下面这个瓶子增加了这组的重量。这个捻线把这筷子这一头，关键是这个香头，当这个香头燃到这个捻线时，它就会把这个棉绳啊拉断，然后这个铁丝就打在这擦布里面，砸出短路。这是杠杆原理。谢谢你啊，胡师傅。这帮特务他们还真敢想，你们忙，我先走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哎，这是个定时器，停电前都有谁在附近？陆程在，还有白慧，但是白慧说了，当天他之所以在，是因为陆程一定要在这儿给他茶叶。我觉得呀，如果考虑到延时问题，那在这整个时间段之内，医院所有人都值得怀疑。这的确是个难题。董斌，调阅案发现场，在厂医院的所有人的档案，同时重点排查在此之前都有谁当过中学老师。是。
白慧，哦，红梅姐，你来专家楼干嘛了？等人给个东西。给东西，我帮你。不用。是这个？怎么还藏着呢？啊，我看看。杂志，给谁的？季丹阳。季丹阳？你们俩有事儿瞒着我是吧？没有。有事儿啊？不让你去图书馆，知道找白慧，有能耐啊！解释一下，这张纸条为什么不上缴？那天在图书馆随手放兜里了，后来洗衣服了才找到。骗谁呢？真的。故意的是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们想知道特务是谁？我比你们更想知道。他们现在在拿我师兄安文善的命来要挟我，你说我还能怎么办？你应该相信公安。发生这么大事儿，你配合特务在外面搞调虎离山，白慧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，你们两个现在已经够麻烦了。不要，你就直说，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白慧？我都怀疑。真相出来之前，请你服从命令。纸条杂志没收。队长，这陆成咱都查了2段。陆成的父亲和咱们韩厂长是战友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为了掩护韩厂长，他牺牲了。韩厂长为了感恩，就把陆成带大，送他上大学。在大学里呢，陆成各科也是十分的优秀。毕了业，韩厂长就把他留在身边，当了这个厂办秘书。陆成在工作中也是十分的积极认真，大活小活都抢着干，事无巨细。李光明那边呢？李科长从档案上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在张华水出事之前啊，李光明就一直在住院，就没出过这个厂医院大门。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，就说明有人跟他内外勾结。不过李科长那段时间确实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。这个张阿水醒来之后，一定跟谁说过什么谜语，不然这壁虎怎么知道？内部没有线索，就从这个壁虎下手。这些档案都是我跟市教委开会之后筛选出来的，解放前后的老师都在这里面，尤其是能跟灵物研究所挂钩的，都得重点排查。是。这是谁敢惹我们庞红梅同志生气啊？你。嗨，我可没这个时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看来调查季丹阳出厂这件事情，有人抢在你前面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季丹阳都让白慧去查这个字条来源了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哎，你就说说这季丹阳啊，之前隐瞒要挟信就算了，这次还隐瞒特务给他留的字条，然后还让白慧去查来源。再说这白慧啊，她自己身上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，还帮季丹阳去查这字条的来源。我就说这俩人都应该拉出去练练，就是缺练。跟谁练啊？你。哈，我可没这个胆儿。这样，我回头说说他俩。哎，这季丹阳是不是又有什么新发现了？那季丹阳发现这上面的字全是从杂志上抠下来的，白慧只找到一半。这哪来的杂志？市图书馆。市图书馆。既然有了思路，就照这个线索继续挖下去。哎，我给你接杯水，消消气儿啊。气死我了！丹阳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把你那张纸条给红梅姐了。我都知道了，他们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我了解红梅姐的性格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那张纸条我找到了一半的字，我发现都是在一些美术杂志上。也算是给庞红梅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思路。我还有一些发现，那些美术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借阅人，
叫周俊。周俊，美术方面的杂志。丹阳，丹阳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啊，没有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还是交给红梅姐他们专项组去办吧。这毕竟……小慧，能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叫麻烦呀？你能信任我就很好了。你说吧。去新华书店帮我找一本书。周俊，进。丹阳，啊，洗碗。怎么突然对油画感兴趣了呢？哦，也不是什么感兴趣，就是随便看看。哎，你来的正好。你觉得这幅油画怎么样？还好吧，油画讲究的是形光色，不过我认为只要是生动、充满感情的作品，都是好画。你还懂这些啊？皮毛而已。丹阳，你放松好了吗？笔记本呢？咱们今天再翻1、5页。好。哎呀，红梅，我这还有一堆任务没去做呢，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玩拼字游戏啊。这也是任务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把这些字当做特务来找，知道吗？哎，来，看看看，北，这儿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红梅，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安的身份了？一会儿实在不行啊，我跟馆长申请的，咱把这些资料咱带回去查嘛。就17个字，这都找了一半了，你抓紧吧你，快点。呀，就这样，哎，把这些读者还有尽快整理好，啊，都吃了。好，周俊，又是他。没想到这个图书馆还有这么一位忠实的读者呢。看日期，这是誓师大会之前借阅的。陆馆长，甭管，麻烦您，我想跟您借阅一下最近1个月来到图书馆的所有人员登记信息，我们想带走调查。啊，可以。不过呀，你们查阅完以后啊，尽快还回去，因为我们管理呢要留底备案。没问题。好。誓师大会之前，这个叫周俊的人在借阅室登记过7次，但是后来就没有记录了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很有可能这个人用的只是周俊的笔名。队长，这个是这1个月借阅室的所有人员登记名单，但是因为人数太多，我们现在需要时间，排查有难度。这样，我去请示市局，派人员增援，从借阅频率最高的人开始来排查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发现，这个周俊最常看的是美术类的杂志，在相关书籍的借阅卡上也都有他的名字。美术类杂志，所以我怀疑，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杀害张阿水的庇护，有没有可能是美术教师？找到这个人，就是重大突破。进，好，太阳来了。怎么又要出场？西川油画作品汇编，我想你应该有了新的发现。第53页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庞红梅说过要我相信你们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参与。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再怀疑白辉。周俊，周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至少这个证据链是对上了。何地路，作者应该是个本地人。能够收编入册，可见画工很厉害。
你别说，他这个画儿还真有点那个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画风。哎，跟你比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油画不行，还没入门呢。老将净谦虚。哎，我觉得他这幅画的结构有点问题。你看，他这个房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不太合适。但是据我们了解，这个死去的贾周俊根本不会画画，而且我也。报告主任，白明翰接到了壁虎的信，却说没看见，分明是此地无银300两，说明此人就是鬼枭。鬼枭，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，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不然当年徐文正也不会如此重用他。而且在我看来，这个鬼枭未必比你的雪狼差。主任的意思是？雪狼能在守卫森严中杀掉张阿水，他的能力我是很欣赏。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让雪狼跟鬼枭联手，那盘氏行动何愁不成呢？再说，在共党眼里，他们都是些不干净的人，他们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平头百姓。你告诉他，只要他肯出山，要什么给什么。是。哎，丹阳，坐在一起吃。不了，我还是去专家用餐区吃饭吧。哎，这怎么了？不愿意看见我呗，怕我再给人家当成嫌疑犯。反正已经被怀疑了，不妨你们再大大方方的怀疑我，有什么问题，尽管问。季大专家，麻烦你也理解一下，这是我工作，别一天到晚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我受委屈，我跟谁说呀？我是希望你有的时候看待问题能够换一个角度，也许会有新的发现。您厉害，谢谢您。这生闷气吃饭对肠胃不好。哎，丹阳，你那本西川油画作品汇编可是帮了我们大忙，说说怎么想的？很简单，威胁信和纸条上的字，基本都是杂志上铜版纸剪下来的。能看到这么多杂志的地方，除了图书馆，就是书店。看我干嘛？你看看人家科学家的脑袋就是不一样啊！想问题就会从多个角度出发，就会有新的发现，是不是？是，我说他厉害了。哎，丹阳，有个谜语的问题呢，想问问你：二形一体，四肢八头，这个谜底是什么？打什么？字、动物还是什么？自己猜啊。这让我怎么猜啊？哎，希文，陈队长刚才给我猜了一个字谜，我不懂，你帮我想想。什么谜语？二形一体，四肢八头。应该是打一个字吧。什么字？我想，
我知道答案啊。井，4只8头，还真是井字啊！怎么忽然开始玩字谜了？啊，嗨，这不是红梅给我出难题吗？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呀，可转不过这个。哎，我问问2位专家，一个擅长绘画的人，他能有什么特点？我外行。我觉得是观察。观察？那我天天观察，我不会画画啊。这证明你观察的能力还不够，还要多学习。那人也不能太完美吧，对吧？队长，哎，你说贺专家可以啊，这都能让他猜出来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，一定不能让特务抢了先。是。你们俩过来。好嘞，队长。队长。张阿水的住所、出入过的地方，所有亲朋好友，只要能跟张阿水有联系上的，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。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字谜吗？2形一体，4只8头。答案就是井。我现在不管是水井、天井、管道井、人名、地名，只要能跟这个井联系上，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。敌人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，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。是。但愿体内最大拉运力适用于广义互合定律。最后求出值。这个范围，安师兄跟我说起过，不过还只是他的猜想，还没有得出结论。这个结论由我们来确定。祝贺你，终于把你师兄的笔记本翻译成了。这10几天给我的感觉啊，就像跟安师兄在实验室里待了几个月一样。终于翻译完了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们心里也就有底了。哎，丹瑶，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希文，庆祝什么？丹阳终于把安文山的笔记本翻译成功了！真的，真的呀！祝贺你啊，丹阳！恭喜恭喜恭喜，太棒了！来喽。来喽。白大夫，你是哪一个？我听人说您这儿收草药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这药是你采的吗？啊。过了中午了，这药都烂了，还能用吗？这点药啊，您看着给就成。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。哦，这个药我要了，我给你拿钱。啊。谢谢白大夫啊。哎，这个筐啊。哦，下次来送药的时候取。哦。白大夫。筐底下有你要的药。爸，怎么坐这儿了？歇会儿。又采药去了？没有，这不是人家给送来的吗？你站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刚下班多累呀，好好歇着。这活哪能让你自己干呢？你刚下班，你行了，我自己来吧，自己来吧，好好歇着吧。哎呀，行了，快去吧，休息吧啊。那我做饭去了啊。好。
东西。真在这儿？这狗特务可真会藏，谁能想到把东西放在马三家里？看见没有，这果然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马三死以后啊，家被封了，也就没人敢进来了。这张阿水啊，可真够敢想的。就看你的了。会议记录。5次会议的重要记录都被特务给拿到了。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，那么这些记录传到台湾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作为队长，发生这么严重的泄密事件，我有责任，请求处分。我现在要的不是你的检讨，而是解决方案。是，老师，通过张阿水的死可以确定，我们厂内是有内鬼的。现在看来，能够接触到会议纪要的人，职位应该不低。出现这么大的泄露事件，是我们工作的失误。我建议，你们下一步的思路可以从水滴工程的下一个工作重点来展开，还有一定要做好专家组的保卫工作。是。红梅，小点声。队长，这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检查过了，没发现窃听器。咱们几乎是24小时有人在巡逻。我在想啊，就算敌人装了窃听设备，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电源，怎么做到的这么长时间监听？别忘了还有铅笔炸弹，在医院的时候，他们如何弄断电路的？没有他们不敢想的。队长，这什么发现也没有，这4面墙都是建厂的时候就盖的，那特务总不会在那个时候就提前做了手脚吧？队长，查怎么样？给。队长，这事儿你最好自己跟他说。另外，我想请示一下，下一步我想测试一下路程。好。陆秘书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陆秘书。哎，黄公安。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韩厂长，结果他不在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啊。厂长去市里开会去了，下午3、4点才能回来呢。你有事儿啊？是有个急事儿。这不，张阿水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想请他过目。有发现了，太好了。要不我帮你转交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行，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，你可得亲手帮我交给他。好嘞，放心吧，那我去了啊。白慧，红梅姐，你先回去吧。吃完了？哎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红梅姐，我能不能把我熬的中药给楚公送去？什么药？羌活胜石汤，
是治疗储宫风湿性关节炎的。行，记得啊，去专项组报备，这流程不能少。我知道，谢谢红梅姐。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？怎么了？脸色那么差，我跟你讲，睡前什么都别想，你就拿热水泡泡脚，绝对好。哟，红梅，你一公安建议人泡脚，你们俩谁才是中医啊？有问题吗？不是，你想想啊，你一公安让中医泡脚，季专家啊，别这么说，红梅姐，她是在关心我。白慧，我这是在帮你啊。你哪是在帮我呀？我看你就是在嘲笑我。红梅姐说的一点错都没有，用热水泡脚助睡眠。不是，行，我说不过你们俩，打饭去吧。不是，你要是饿你就去排队，谁拦着你了？是啊，那你去排，没人拦你。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波了？我们俩本来就是一波的，而且我们两个还认了亲姐妹呢。而且还收到了很特别的礼物，你没有。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了，那就是一个金红石手串，那也是有意义的。等等，金红石物归原主。韩厂长，现在还在秘密调查的阶段，希望您不要介意我们用这种方式。我非常理解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肯定是我们仪器厂内部出了问题，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。只要能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，我全力配合。我也代表专项组感谢您的支持。但陆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他这个人呢，有点小毛病，但根红苗正。他父亲啊是当年战斗英雄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为了掩护我们，牺牲了。陆程从小到大的成长，我也基本都看在眼里。好，我了解了，那我先走了，厂长。好。这个陆程啊，请进。哟，季专家，哎，你好。韩站长，是这样，今天上午我跟郭硕去了一趟西苑老厂房啊，我们有个新的计划，想把这个实验水池建在那儿。那个厂房可够破旧的，要用的话得大修啊。楚工觉得改造厂房跟经建，当然离专家组也近嘛，方便研究。哦，来，请坐，咱们好好合计合计。来。队长，没有动过的痕迹。有没有可能是动过，但是被恢复了？不可能，这是档案室老姜做的封口，有独特的案情。队长，我去视觉技术科查过了，上面没有陆秘书的指纹。得，白忙活了。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呢？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测试，就认为我们的方向是错的。厂长，您要的文件。厂长，因为咱们厂马上就要扩建，这新来的职工陆续就要到了。为了水利工程，咱们厂增加了上百号人。档案工作是不是需要我？新来的人不都通过了原级园长的审查吗？这事儿交给人事科、保卫科就行了。好嘞，我记一下。那厂长，那新来职工的安置工作是不是要我去？不用你，让总务处的老苏安排。这些小事儿不用你插手。厂长，那我最近干什么呀？配合新来的职工报道。我还有事儿，其他的回头再说。谁啊？是我，季丹阳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先开门。就那儿说吧，忙着呢。门口说不清楚啊。你等一下啊。什么事儿啊？
就在这儿刷啊？那你进来吧。嚯，这房间真够乱的。用你管。搭把手。啊？哦。拿住了。嚯！你洗床单是不是就过水啊？你洗床单不过水啊？你稍微用肥皂成吗？你也太节约了吧！少废话，说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想出场，你呢要到专项组报备，好吧？啊，我不出场，就一点小事儿。小事儿？什么小事儿？别停啊！哎，是这样，那个白慧的手串，这个手串可能对我们水利工程有大帮助。一个手串能对水利工程有什么帮助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白慧给我那手串了吧？什么呀？我说认真的，那个手串很有可能解决我们水利工程一个大麻烦。一个手串，怎么着？不戴手串不会工作？哎，做研究。哦，研究。这手串能做什么研究啊？我说了你也不懂啊。你说说呀。行。这个手串啊，它有可能是金红石。金红石里的主要成分它是二氧化钛，二氧化钛又能提炼出钛金属，那钛金属就解决了我们水利工程潜艇的一个重要材料。这么说你能懂了吧？你不懂吧？拿来吧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行，你就借我用一下吧，1粒就行。这还差不多。就1粒啊！哎，1粒就够了。这个是金红石啊，这可是提取钛的重要的矿物。经过分析啊，这种的二氧化钛的含量是非常高的。主公啊，这次可比我们上次在东山找到样本含钛量高出太多，要不然我们再去趟东山。安文山也在研究里重提了钛金属对潜水艇外壳的重要性。太阳，这金红石哪儿找的？再多找一点，咱们得做提纯试验，以便掌握试验数据啊。不是，还要啊？啊。又想钓鱼，又拿火吓唬鱼，鱼能咬你公？我还以为白大夫不会来赴约了呢。一直找我看病，是有意而为之吧？你说呢？贵霄，贵霄，贵霄9年前就死了。有的人死了是真的死了，有的人死了还可以复生。白大夫属于后者。我这在这儿很长时间都没有钓上鱼了，这还有一副杆子。白大夫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钓？找我来不单单是钓鱼吧？就是钓鱼啊，钓水利工程这条大鱼。你这儿钓不着鱼，鱼不会咬你钩的。何以见得？你这鱼饵已经放的时间太长了，泡的腐烂发臭了，除非那鱼是个傻瓜。那也许我们运气好呢。没有我们，只有你。你过于自信，
反而更愚蠢。我的自信来源于你啊，咱们一起，一定能够钓上一条大鱼。没那个兴趣，自己钓呗。啊，你会感兴趣的，至少白慧，哦，当然还包括你，今后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。我提醒你，你们要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，你信不信？我能把你们一锅都毁了。白大夫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只是想跟你一起钓鱼而已。白大夫，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起钓鱼，帮我弄一点鱼饵可以吧？我要拒绝。那你跟白慧今后的日子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于沉默表达。汇聚成铁流，献功夫同舟，青春中化成星斗，温暖在心头。那片静悄的山崖，长满了白花，管它雨雪和风沙。